邊個會諗到規規矩矩行喺條街度，老老實實守交通規則，反倒會成為騙子眼入面嘅完美獵物？最近出門在外，真係咪以為低頭刷手機就萬事大吉？你如果一個唔留神，冇留意身邊嘅動靜，辛辛苦苦儲落嘅養老錢，分分鐘會俾嗰啲演戲勁過影帝嘅騙子偷到一乾二淨。而家嘅街頭騙局又出一種缺德到冒煙嘅新套路，專揀落單嘅人落手，手段陰損到令人頭皮發麻。10個人入面，起碼8個半會中招。今日我唔單止要將呢幫騙子嘅遮羞布撕到爛晒，仲要教你哋2招防身術。只要你學識咗，保證令呢啲社會人渣1毫子都撈唔到，嚇到比兔仔跑得仲快。我哋先講個真人真事，就喺上個禮拜，街坊張叔去街市買餸，就因為一邊行路一邊低頭睇微信回消息，結果被一個急急腳行過嚟嘅後生仔撞咗一下，就咁輕輕一掂，對方手入面部手機啪嗒一聲脆響，直接跌咗喺水泥地度。張叔仲未反應過嚟，嗰個後生仔就好似被點着咗嘅炮仗一樣，瞬間暴跳如雷。佢死死載住張叔條胳膊唔放，眼珠都突埋，歇斯底里咁大嗌大叫，話呢部係佢啱啱花咗1萬蚊買嘅蘋果最新款手機，仲未攞暖就俾人跌碎咗個芒，仲未買保險，非要張叔賠5000蚊，少1蚊都唔行。張叔一世人老老實實，邊度見過呢啲陣仗？被對方一嚇，再睇下周圍圍上嚟指指點點嘅路人，心入面又慌又驚，只係諗住快啲使錢消災，返屋企匿埋。喺嗰種大腦一片空白嘅情況下，張叔鬼使神差咁掃咗對方個碼，咬牙轉咗3000蚊過去。但係返到屋企，越諗越唔對路，大髀都拍青晒。呢啲明明就係俾人當係大冤種水魚咁話啦，大家千祈咪笑張叔糊塗。換轉係你喺大街大巷俾一圈人圍住，對方又喊又鬧，話你撞碎咗佢部新手機，嗰種心理壓力好似排山倒海咁壓過嚟。好多人為了面子，為了少嘢麻煩，最後都會乖乖俾錢。呢啲就係騙子睇準咗大家嘅心理，專門設落嘅陷阱。今日我就將呢幫騙子嘅貓膩同你哋拆解得清清楚楚。佢哋平時都匿喺邊度蹲點，係點樣一步步設局演戲嘅？我哋又應該點樣反擊？每一句都係乾貨，大家認真聽，千祈咪快進，否則真係等遇到嗰陣，喊都揼唔到墳頭。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呢幫人渣到底係咩路數。佢哋就好似坑渠入面嘅老鼠，專門往人多嘅地方捐，邊度亂就往邊度湊。大商場嘅正門口、地鐵站嘅進出口、熙熙攘熙嘅街市周邊，仲有熱鬧嘅步行街同埋學校門口接細路嘅地方，全部係佢哋嘅重災區。呢啲地方人逼人，大家心思都唔喺行路上面，特別係嗰啲湊住細路嘅家長或者趕路嘅人，都係佢哋首選嘅獵物。再講，佢哋專門本邊類人落手，大家對號入座，睇下自己係咪喺騙子張名單上面。第一類就係睇落老實本分、脾氣溫和嘅人，譬如我哋屋企嘅老人家，或者係未出社會嘅學生。再唔係就係睇落唯唯諾諾嘅打工仔。呢類人遇到事，第一反應係反省自己，容易心軟。第二類就係行路離唔開手機嘅低頭族，呢種人注意力全部喺個芒度，根本冇留意周圍環境。騙子一埋身就能打你個措手不及。第三類係手入面拎住大包細包或者推住 BB 車嘅人，呢種人行動唔方便，就算發現有人撞過嚟都避唔開。而且騙子知你帶住細路，驚搞大件事，最容易攞念你。仲有最後一類係趕時間嘅人，譬如急住趕地鐵、趕飛機，或者係就快遲到打卡嘅，騙子就賭你唔敢同佢耗時間，逼你快啲轉賬嘅事。呢幫騙子從來唔係單打獨鬥，佢哋都係團伙作案，最少都係2-3個人配合，分工明確，有人負責撞，
有人負責喊，仲有人負責喺側邊撥線點火。嗰場戲演得比電視劇啲演員仲專業，可惜心思全部用埋晒。我哋仔細剖析一下佢哋嘅作案流程，一共分為4步，每一步都係坑，你哋記實啦。下次見招拆招。第一步就係主動埋身，精準碰瓷。大家記住，唔係你撞咗佢，而係佢瞄準咗你，主動過嚟同你擦身而過。嗰種碰撞好有講究，唔係重重咁撞，而係輕輕撐一下你嘅膊頭或者手臂，甚至只係擦過你嘅三角。就喺嗰一瞬間，佢手入面部手機就會精準咁跌喺地度，而且落地聲特別大，嗰種啪嗒一聲心碎聲，可以令方圓10米嘅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騙子嘅目的就係用呢個聲響吸引所有人嘅注意力。我話俾你哋聽內幕，佢哋手入面部手機，一係就係晨早跌碎咗芒嘅報廢機，一係就係幾蚊雞買翻嚟嘅空殼模型機。入面塞咗鐵塊，所以跌喺地度聲先至咁樣，睇落幾嚇人。其實根本唔值錢，就算真係跌咗，頂多都係值幾蚊雞廢鐵。我以前喺步行街親眼見過一個騙子專登去蹭一個女仔，手機跌地嘅聲將嗰個女仔嚇到暈都飛埋。等騙子攞到錢走遠咗，我行埋去睇咗一眼部手機，外殼睇落似名牌，入面全部係爛零件。個芒晨早碎晒，連機都開唔到，呢啲純粹係電子垃圾。但係騙子開口就要幾千蚊，呢啲同打劫銀行有咩分別？第二步係連滾帶爬咁演戲，手機一落地，騙子會第一時間蹲低，面上個表情真係慘到好似屋企發生咗天大嘅事咁難受，嘴入面仲要不停咁念：哎呀，我嘅天啊！呢部係我啱啱買嘅新手機。儲咗半年糧先換染，用咗2日咋，呢下全完啦！佢一邊喊喪，一邊將部手機反過嚟俾你睇，個芒碎到好似蜘蛛網咁。有啲騙子仲會專登將個底殼都整鬆埋，露出入面啲零件，裝出一副整都整唔反嘅樣。你哋千祈咪俾呢啲假象呃到，全部都係道具。佢哋呢啲職業碰瓷嘅。書包入面可能裝咗好幾個呢啲碎芒手機，專門留翻嚟演戲用，而且佢哀號嘅聲會特別大，就係為咗令周圍嘅人都覺得你將人哋嘅心頭撞爛咗，俾你製造心理壓力，令你喺眾目睽睽之下唔好意思拒絕。第三步係獅子大開口，亂開假價，賣完慘之後，騙子條狐狸尾巴就露晒出嚟。佢會死死捉住你隻手或者件衫，唔俾你走，口口聲聲話你撞爛咗佢部手機，一定要負責到底。然後佢會隨口報出一個驚人嘅數字，3000、5000甚至8000，為了令你相信，佢仲會掏出手機俾你睇一張所謂嘅官方維修報價單，上面啲價錢嚇死人，換個芒要2000，整主板要5000。其實嗰啲都係佢哋自己用軟件整出嚟嘅假圖，根本唔係咩官方報價。哪怕係最新款最貴嘅手機，換個原裝芒都係千零蚊，絕對唔可能要幾千。呢幫騙子就係蝦普通唔了解手機行情，以為碎咗芒就要花天價去整。佢哋仲會嚇你，話呢部手機係進口嘅，整起嚟特別麻煩，不如你直接賠部新手機嘅錢俾我。第4步係最陰險嘅，催你轉賬，加埋撥線點火。騙子知呢啲事拖得越耐，對佢哋越不利。萬一有心清嘅人睇穿咗，或者係警察嚟咗，佢哋就死定。所以佢會不停咁催你，話自己要去趕火車，或者係見重要客，冇時間同你去維修鋪，叫你直接用微信或者支付寶轉賬。佢會將個收款碼直接懟到你塊面度，逼你即刻俾錢。如果你稍為猶豫一下，佢就開始歇斯底里咁大嗌大叫，吸引更多人過嚟睇熱鬧。佢會嗌住大家快啲嚟睇下呀！呢個人撞爛咗我部手機，唔想賠錢，仲想走呀！呢個時候佢啲同伙就係時候出場啦。佢哋會扮成熱心嘅路人喺側邊指指點點。有人會話：後生仔，呢啲就係你唔啱啦，將部手機整成咁。
賠返啲錢都係應該嘅。仲有人會話大家都不容易，你睇下呢個細路就快急到喊啦，你就當破財擋災，快啲俾返啲維修費人啦，咪耽誤大家時間。你哋咪以為呢啲阿伯阿婆真係好心，佢哋全部係騙子嘅同伙，專門喺嗰度唱紅臉，製造焦慮。好多老實人就係被呢種群體壓力壓垮咗，覺得喺大街大巷丟唔起呢個人，最後迷迷糊糊就轉咗錢。等騙子攞錢走咗，你反應過嚟嗰陣，連人影都睹唔到。我話俾大家聽，呢幫騙子嘅套路睇落天衣無縫，但只要你冷靜落嚟，唔被佢哋嘅情緒帶住行，佢哋就攞你冇辦法。前排我有一個朋友都遇到呢啲事，但佢一毫子都冇俾，仲將個騙子嚇到灰溜溜咁走咗。佢用嘅方法好簡單，就兩招。今日我免費教俾你哋，大家一定要記喺腦入面。第一招就係堅定不移，即刻報警。呢一招係所有騙子嘅剋星。你哋記住，呢幫碰瓷嘅騙子最驚嘅就係警察，甚至驚過佢老豆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身上肯定唔乾淨，一係就係慣犯留有案底，一係就係仲背住其他衰嘢。一旦警察到場，要查身份證、查戶口，佢哋就徹底露底啦。我嗰個朋友當時被騙子載住要4000蚊，對方催得特別緊，我朋友一啲都冇慌，直接掏出手機，當住騙子面撥通報警電話，仲特登開埋免提，對住電話大聲話：警察同志，我喺某某路段遇到手機碰瓷，有人專登勒索我錢財，你哋快啲過嚟處理下。你哋估下點？騙子一聽報咗警，塊面瞬間變到死白，捉住我朋友隻手都開始震啦。佢仲撐住話：算我倒霉，唔同你計較啦，我自己去整。講完呢句，一轉身捐入人堆就走咗，連頭都唔敢回。所以大家遇到呢啲事，千祈咪驚麻煩，咪覺得報警浪費時間，不如俾少少錢咗事。你俾少少錢消災，騙子只會覺得你好蝦，聽日仲會去害更多嘅人。無論對方點下你都要堅定咁同佢講，呢件事講唔清楚，邊個都唔准走。等警察嚟咗，警察叫我賠幾多我就賠幾多。警察話我唔使賠，我一毫子都唔會俾。只要你敢報警，90%嘅騙子都會直接鬆人。第二招係全程錄影，千祈咪認錯，亦都咪掂對方部手機。呢一招係為了留證據，防止騙子反咬一口，亦都可以令周圍嘅人睇清真相。好多人遇到事，第一反應係慌張，甚至會習慣性講一句對唔住。大家千祈記住，喺碰瓷現場絕對唔可以講呢3個字。你一開口道歉，喺法律層面上就等於承認咗係你嘅責任。騙子會咬死呢句話唔放，到時警察處理起嚟都會增加好多唔必要嘅麻煩。正確嘅做法係，一旦手機落地，你第一時間摸出自己部手機，打開錄影功能，對住騙子塊面，對住地上面部手機，仲有周圍環境全方位錄影。同時你要對住鏡頭大聲講：我正常行路，根本冇撞到佢，係佢自己主動湊過嚟嘅。手機亦係佢自己攞唔穩跌落地嘅。我全程冇掂過佢部手機，而家我已經報咗警。全程錄影作為證據，你咁樣做，一方面可以震懾騙子，等佢知你唔係一個好恰嘅軟柿子；另一方面，亦可以令周圍圍觀嘅人睇清事實，唔會被騙子嘅單方面講法誤導。仲有一點非常關鍵，千祈唔好貪得意去掂對方部手機，無論對方點講，手機跌得幾嚴重，你都唔好伸手去執。你一掂，騙子就會無賴你，將部手機跌得仲嚴重咗。到時你周身係嘴都講唔清，你就企喺原地影你嘅片，等警察過嚟處理。警察去檢查手機，去判斷責任，呢啲先係最穩陣嘅做法。除咗呢2大殺招，我仲有幾個非常重要嘅提醒，大家一定要記喺心入面。第一點就係出門在外，行路千祈咪一直盯住手機睇，更加唔好戴住降噪耳機。呢啲係最基本嘅常識，但亦最容易被忽略。你諗下，你低頭睇忙，
注意力全部係分散嘅，身邊有人靠近你都唔知，騙子蹭你一下，你根本反應唔過嚟。所以行喺人多嘅地方，一定要抬頭挺胸，留意周圍環境。如果發現有人鬼鬼祟祟，成日喺你身邊轉嚟轉去，眼神飄忽不定，你就快啲避開，離呢種人遠一啲，咪俾騙子可乘之機。第二點就係千祈唔好慌，騙子之所以大嗌大叫，就係為了嚇你，令你自亂陣腳。只要你保持冷靜，堅定報警錄影，佢哋就冇招啦。就算對方鬧得幾難聽，你都唔好同佢對鬧，更加唔好發生肢體衝突。你一旦動咗手，就跌入咗佢嘅圈套，到時事情性質就變咗，仲難講得清楚。第三點係絕對唔好驚麻煩，好多老實人被呃就係因為嗰句破財擋災。呢種諗法唔單止害咗自己，亦都縱容咗犯罪。我哋辛苦賺翻嚟嘅錢，憑咩俾呢幫不勞而獲嘅衰人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？第四點，一定要將呢啲知識話俾屋企嘅老人家同小朋友聽。老人家大多善良淳樸，未見過呢啲陰招，最容易成為騙子嘅目標。仲有嗰啲啱啱步入社會嘅年輕人，平時工作忙，經驗少，亦容易被盯上。你哋睇完呢段內容，一定要轉發俾身邊嘅親戚朋友，特別係提醒屋企嘅老細。而家嘅騙局雖然層出不窮，套路亦都越來越隱蔽，但萬變不離其宗。佢哋利用嘅就係我哋嘅善良，我哋嘅怕事，同埋我哋面對突發狀況嗰陣嘅唔好意思。佢哋以為只要演得逼真，只要鎖門夠大就能輕易得逞。但係我哋唔係傻太，只要我哋遇事唔慌，學識保護自己，呢幫騙子就冇生存嘅空間。最後我再強調一次，遇到手機碰瓷，記住10字方針：第一，堅決唔私了，即刻報警；第二，全程錄影，拒掂對方手機。只要做到呢2點，保準令嗰幫騙子1毫子都攞唔到。大家出門在外一定要打起精神，留心觀察。如果你曾經遇到過呢種手機碰瓷，或者仲知道其他嘅街頭騙局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我哋大家一齊分享，一齊提醒更多人，令我哋嘅生活環境變得更安全，令呢啲騙子無路可走。